每年的户外实景节目，特色都会带大家抢下行业太刺激冒险。有着任务做得自家完成，不过有着比赛就会同朋友抢下合作了。也有成员很用嘅吐出来嘅呢。面对全台湾8个嘅报名嘅样音作品当中，透过48人嘅比赛，经过激烈嘅评审过程，结局选出嚟12位同学。做乜嘅要按到澳洲48點鐘呢？澳洲就係上愛伴大家放射搞，48點鐘就係愛離開烏卡2日。呢下當中經過比賽，鄉村一般嘅同學又好留下來參加下2度嘅錄影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係太自然嘅5種主要元素。特色我也就為團隊成員們內去了，接受各種挑戰，搶下去接權金木水火土。前面讓嘅3位同學就做得到日本3日2夜嘅旅遊行程，想愛搶下了冇啊？團隊我也就搶下來去。放到你前面那一个位置。没有，你没有衣服。你可能没带到。耶，一堆。带奶茶跟咖啡，你还有牙签呢，我这个都带了。我还有小蛋糕。难怪那么丑。集结人家哈。对，因为它已经放不下了。对，刚导演说有香的就这样。你带了什么？介绍一下。娃娃、还有呢？外套。它自然，因为我有家里的味道。舍不得也要放了哈。拿衣服。哎，你带了什么？蜜桃忘了。没有他用的，不是我弄的。我说蜜喇叭是001对，他说要这是干嘛了？看起来大家都带太多东西嘅啦，我也就希望大家人都出接用神仙去體會，唔好再個用手機嘅翕相機來看世界。故說除睇基本嘅生活用品，其他做請愛先數數起來。好，大家都揾好衫褲咧，準備愛接受各種嘅挑戰了。也下來到體育館，講來講去。講來講去嘅規則係咁樣，要先搭好安全吊帶，戴好安全頭盔，扣好腳環。其他雖然要負責來說嘅，都挑戰者希望嘅高度。前面自家解開開關，過後就做得享受飛來飛去嘅神奇了。
完事就做得到5分，再个就飞的强度有其他来加分哦。好，我看一下是谁。心里毛毛的。嘿，来，再往上拉，帮他拉一下。好，停。再多一点点吧。再拉一点，好，再拉。好，停，停。往上啊，往上，这样。我不怕高，因为我爬过马月。拉到最高，太低了，不够高，不够高，高一点。拉到他说停为止，好吗？不要，你要看他自己决定哦。说实话，比我还要胆小哦。要吗？这样吗？拉到最高，到最高了，还有一点点，再拉一点。好了，最高，最后一个高了，没错。最高吗？最高的。我不怕高，希望下次再来可以再高一点。我不怕高，因为我爬过7人北风。肚子啊！哎呦！天哪！真的跌倒了！快点！3、2、1，下！好爽哎！哇！你脚不要动，你脚不要动，跟着它摆动就好。哎呦！因为从那个很高的树上这样下去，就感觉很像从101上面跳下去一样。我是比较迟疑，我没有算出那个科学原理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要越高越好，而且我也忘记了放下去只是一瞬间而已。那一瞬间会比较恐怖而已，所以我就选择很短，所以我就有点后悔。其实我有去高中，硬着头皮去做。我是因为那个保护的东西，所以我才硬着头皮的。讲来讲去，但唔爱猜，盘输的就爱比哪里了。也下我来看下大家盘输的本事。盘输的体力爱好，耐力同腰量没爱有。安样的抢意思一条手的老气家来到树当好呢。第一，爱先扣好扣饭，强调刚刚的控腰，坐较后背的位，两只脚顺入索饭肚，脚揪起来，然后大脚的手的顺杠上，也是只脚唇闭侧。三等老盘输的专用夹来杠上，也是只脚没有揪起来，就按样的唇灸之间，身体就影响上了。人爱属土，就爱看野3人的药量诶。同学是爱瞄到清淡高的狗饭，就做得到5分。前6名就顺序加1到6分。经过盘输的专家的说明，大家都当有心头来准备点那功夫。好，准备好了？好，预备，ready go。好，记得手要抓绳结下面哦。加油！加油，爬一半了。加油！你等下爬，你要爬多高？就是摸到那个环啊，我要那个帆，那个导演那个环，那个环。哦，我已经导演说的。还有，如果摸到的话，积分可以。你看他还差一半的路程。
多啊？还蛮快的，还挺快的。可是蛮高的。快，还没啊？摸到吗？好，摸到了。神奇越上面越难推，你还没开始计时你就累了吗？很累。很累。好，来再来收脚绳，好，推绳结。OK， 来收这个。好手痛哦，从刚才是拉绳子用到现在，错。那你自己稍微按摩一下，好吗？没有，好不容易推上去，真是。好，来拉绳子，往下踩。好，来推绳结。对，很好，再往下踩，推绳结。对，推绳结。好，来往下，对，很好。有，你有开始记步骤了，很好。来，再来拉脚绳，大腿靠近肚子。好，往下踩，推绳结。再给我一下。推绳，加油！大家都去吃便当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没有怕，已经差不多一半了吧？还不到，快了，快一半。看到那个环了没？那个就是米奇的耳朵。有人知道他多久了吗？没有发烧了，我来帮你。你们疯了，你们！很爱发脾气，就他的缺点，然后他的优点就是可以随机应变。他在班上翻桌过2次。就是发泄一下心情吧。谁在笑？笑的给我出来！这里视野真好呀。你还在？不然导演你来爬嘛。哇，对啊。为什么要找我？因为你都一直在下面那么轻松，不然你上来爬嘛。奇怪，这么多人为什么挑我？逼什么夜？不然你们来爬嘛，奇怪。那个他跑了快要1小时，他一直在那边讲话，应该才会让他变慢吧。你爬完了，我顺心，破纪录我4分。那边等下上去的时候请我想说，最后快到了。没有，吹讲，我也是胆量，对哥哥的蔬菜溜一下，看起来虽然当简单，不过没爱动态勇气。大家经过1日的挑战，吹讲依旧唔爱按定人样嘅，来看下大家嘅表现了，是爱完成就做得到5分。来，喊完我要向前冲就可以出发啦！我要向前冲。啊，绳子够。好，绳子走，绳子走。
水缸要先贴到清高的所在，过后两只脚一点就冲出去。头蛤蟆可能会吃到冻姜，不过同学讲，冲出去的就吃到冻站，吃到冻自由，痛风向下传到树叶的，真劲冻畅快。我要上前冲！我要往前冲。冲下去的时候很好玩，就感觉自己在飞一样，树枝会一直打过来，还会有水在上面。那个速度超快，然后而且那个高度也很高。可是那个教练说那个重的人速度比较快，轻的人速度比较慢。因为他应该是那个下去的那个力量比较大，然后轻的人应该就是下去的力量比较小，所以会比较慢。对台湾各地来的神秘的小朋友，经过各样挑战，大家进来见熟悉了。也是被3项任务係講來講去，攀樹嘅同吹講。工作人員還會看錄影期間同學嘅運動加精神，本期也都加分，又係減分。48點鐘已經過了一半的時間，先來看第2的積分。要玩就玩到底，不要轻易就放弃。我想看别人的分数是什么？大家都蛮厉害的。随便。玩什么？有点生气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没用，那个分数最低啊。因为我怕自己没办法进去，然后呢？然后又害怕被当掉，分数又落后别人，我对自己的成绩有点不大满意，因为有点烂。我感觉我应该会被淘汰掉，因为我觉得不需要扣分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好玩。还有运动加精神，如果他手快没力，还是要继续跑。那我看到我成绩就很惊讶，想说我有被加那么多分吗？比预期的还高一点。我觉得很棒啊！好像这里果然没有白费，希望留下来，因为这样才可以继续玩，然后可以玩的很多好玩的。希望留下来。希望这个活动很好玩，合作要愉快一点，不要在那边都各做各的，积分可能这一组就比较少。我们这组都蛮配合的，所以应该可以拿到很多分。刚才他们都有在讲说什么，他分数很低，可能会被淘汰之类的。应该不算淘汰吧，就是少录一集而已，就是努力打败他们。看睇成績，甜美啱美，今日嘅冒險結束嘅，大家準備愛了咧，等田中面嘅任務。最好玩的还是大排档，摇来摇去，转来转去，晃来晃去，超玩的。
我大摆档哦，我大摆档觉得最新奇的就是为什么我是第一个，那结果最后还是觉得很好玩。可是我觉得最衰的就是爬树，为什么是第二个？第二个跟第一个差别很小。可是我最讨厌爬树。有一些人有友善的一面，也有一些不好的一面。可是大家是朋友，也需要和睦相处，所以大家也不可以发脾气。可是好好相处就好了。就觉得今天活动很特别，也很刺激，然后我很喜欢今天活动。所以，而且今天晚上，我觉得晚上的时间大多都是我们做自己的事，我觉得很好。像刚才就一直在那里看书，然后那群男生还在里面，好像在打枕头，在那里枕头丢来丢去。我有一滴滴的想同学，可是没有像古志明一样想的更夸张。想到刚上高速公路没几分钟，还不到10分钟，就在车子上面哭了。我比较强，他还比较弱，我只会笑，他只会哭。没有啦，他是因为他太想了，他的重感情。我住在我伯母家，然后我还有一个阿嬷，还有一个爸爸跟我一起住。云珍她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活泼，然后热情，然后喜欢去帮助别人的女孩子。那她平常的话，其实就会跟在我身边，会看我说在做些什么啊，例如在煮饭，然后她就会说，那我可不可以煎一下蛋，或者是做些什么的。当我让她放手让她做的时候，她其实会很开心，因为她也从这里面呢慢慢去学习，然后去摸索。我希望妈妈来看我，妈妈说要来看我都没有。我想到妈妈，我想要哭。我可以哭吗？可以。天公日会进行分组的比赛，这份请各位前六的同学就做得参加下2道的比赛，那2人就得留下来呢，肯定我要得听下去了就对了。今天所有帮我提醒你的男生们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这次呢来参加这个节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，比登上圣母峰还要光荣。